相公私我经济文章出众，大人我想报举相公进京私装财物。既然大人是此位，让我即去就位。相公，你有啥？送你这位公子。娘子，你有啥？娘子。娘子，这不大人让我礼敬上你的女王，我即去就位。官人，天色已晚，还是明早再去吧。不但大人是此位，我岂能开口啊？既然相公同去，就请早去早回，你是天后。娘子啊。
老命，你昔日是上官，此论车经千里迢迢，没人照料，才有不测时候。是啊。弟弟母亲，他相公不言，我娘子不需要人好一心，这可是干谁的旨意呀？有其事，我是不再去。哎，你若因知不为媒，父母作之，天人一对，与我不
啊。